正前的風颱加上氣候變冷，嘉南地區欠火嚴重，尤其是 B 型甲 O 型兩種火型，甚至無夠7天的安全庫存。東業開發建設公司發揮企業社會責任，出錢出力邀請親友共同響應關懷救人活動。議員陳怡貞、曾之杰、李中廷、周立堅、林冠維、蔡宗豪，議員參選人陳冠宇也攏到場讚聲，號召民眾做伙關烈火。東業開發建設。今天非常開心是我們東業開發建設所號召第4年的這個東業情捐血星的這個捐血活動。那很感謝我們的葉董事長帶領所有的志工團隊哦。那不僅募集了很多的物資，還有基金以外而且更募集了很多的人親朋好友，還有包括慢壘的隊員都一起來捐血。謝謝我們葉董事長的愛心。那也包括廷飛委員怡貞，還有之杰議員，還有我們的冠玉，還有蔡宗豪議員、李宗誠議員、周麗晶議員、林冠維議員，還有周奕奇議員，我們都一起共襄盛舉這個活動，也期待每一年都能夠繼續辦下去，而且希望能夠更多的好朋友都能夠熱血一起來捐血。呼籲大家可以來捐血。為感謝到場支持的烈火民眾，東業開發也準備了禮券、滴雞精以及優質無毒雞卵，感謝大家烈火奉獻。台南新聞張秀維採訪報道。